孟护卫，这个龙大人每次都是午夜来，3更离开吗？是的，舅老爷。当然，这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啊。非一天不离开太原，咱们就一天不能放松警惕。你还是要盯紧了。卑职明白，舅老爷放心，我一定盯紧他。辛苦你了。老大，那是在逍遥阁里面我听到的琵琶声，也是这万苏姑娘弹的，不是你吧？又被你给揭穿了。我就说嘛，就以老大你这性格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半刻钟的热情，怎么可能弹出这么一手好琵琶嘛？我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啊，吹牛啊，所向披靡啊。说到吹牛啊，老大你谦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啊。老大，我虽然吧没见过这个万苏姑娘的脸，但是吧，我就看她这个朦胧的身姿和她弹的这一手好琵琶，一想啊，她就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子。你说我每天晚上坐在外面喝茶，完了空担着一个风流好色的名头，我多亏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，先回避一下，好让我真的一亲万苏姑娘的芳子。不行啊。为什么？这万苏姑娘是刘德昭送给我的美人，我假戏真做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就算真的看上她了，我回头带她回京就好了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你吃醋了？我没吃醋，我是在维护你龙小弟的形象。原来我在老大的心中还有形象呢。那当时在宫里是谁说的这个？哎呀，全世界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，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老大，你呢就承认你吃醋了。那我吧，也就看在你心里难受的这个份上，我就做一个美色当前不动摇的柳下惠。要不然我这一连10个晚上都在这儿喝素茶，我受不了啊！